是谁？我知道歌迷朋友们在今天中午就来现场了，对不对？还有现场的朋友们等待许久，让我们掌声欢迎许富凯。谢谢。 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爱每一束花，只寸进心，双手借给我。风萧萧，梦有情意，孤夜只有暗淡的月半景暝。 但因为爱深情，怨恼我你，有坚强的心，我只寸真心，我也去，声声依依，今夜又搁想起几暝。 有你心像玫瑰，若无爱拢是情，这认真伤心伤袂停。爱阮是袂堪的过去，写在心的情意，有每拢也袂开咱的心。若是有一日， 听了面前，阮想要问你，敢有你一寸的真心？谢谢，朋友，嗨，多谢你，多谢，各位手边朋友，你们好，谢谢。 继续哦！我也去，声声去，今夜又搁想起几暝。人生像玫瑰，若无爱拢是情。 这认真伤心伤袂停，把阮是袂堪的过去写在心的情意，有每拢也袂开咱的心。若是有一日听到面前，阮想要问你，敢有？ 你一寸的真心，把你是袂堪的过去写在心的情意，有每拢也袂开咱的心。若是有一日听到面前，阮想要问你。 敢有你一寸的真心？谢谢，谢谢深港朋友，谢谢我韩国朋友。Hello， 凯凯，哇，欢迎你再一次来到彰化，因为看现场就在听你唱歌，对不对？有。 要跟着，我们几月才在哪啊？月初才见，上个礼拜，对，记者会的时候，是，也觉得很开心。今天我们现场真的跟我们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一起在现场参加全程我们的公益晚会，一起同乐，真的一起同乐。还有包括我们的曾乡长也是，还有我们现场很多的贵宾，还有好朋友们。所以你知道吗？你的歌迷朋友今天中午就来了，包车下来。谢谢你们。谢谢。你是很
开心的感觉，对不对？很开心啊，因为刚办完那个音乐会，对。然后呢，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香港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每一次的工作机会呢，都让我收获很多，尤其呢可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接触，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朋友们，谢谢。感恩哦。妈祖会给你保庇。今仔有14尊妈祖，我主持人就是13尊，对，我是被给妈祖看长大的小孩。对，你跟妈祖真的很有缘呢。对我出道了8年吧，我几乎做的活动差不多有70%都是跟妈祖有关系。没错没错，这妈祖的囡仔对不对？对。你的唱歌好听，谁个够缘投？谢谢谢谢。是不是？够劳动会，够友好，够大心。哎，怎么有这么多的优点呢？不是，我刚刚引导的时候，他们有点叫得太慢了。真的。好，我再重 Q 一次，再重新 Q 一次。跳一次哦，来 ，OK， 好。唱歌够好听。太慢了啦！你们有没有在看《黄金年代》？你要知道效果。我知道，你看彩华姐的主持的节目。我妈待会就来了。对，妈妈等一下就来了。妈待会就来了。母子今天要在这里见面了。对，好来，波比这样子，来，唱歌够好听。我要转播哦。谁敢讲引导？哎呦，有好个大心，是不是？刚讲恁大家。哎，真的对。我给才不要太意思。突然害羞起来。对，谢谢。可是呢，彩华姐讲了，她跟我说，咱若跟你学了，你给她接受，你讲对，希望越来越好。哎呀！其实我们今天好多，你看全场的朋友，你知道蔓延到后面都是，有没有满满的都是人？我刚一下车的时候，车子就旁边包围了一堆人。对，我想说，哇，天哪！也太感人了吧，这个画面。是不是？对啊，谢谢你们这么热情，谢谢。对，这也是我们县府非常的贴心。今年我们把这个创意把它改变一下，我们就是联合我们彰化县政府的妈祖文化节，我们彰化县的这个百年宫庙，然后13间的妈祖宫庙一起来办，让我们县府把它连结在一起，一连串的活动。所以今天是压轴的公益晚会。我就说今天是那个妈祖闺蜜的日子。妈祖闺蜜，姐妹们的聚会。对，他们可能就在喝下午茶，喝咖啡，吃晚餐。今天还有祈福典礼，今天下午，对不对？很热闹。还有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贵宾，真的很难得。我们今天连柯议员都在全程都一起来看表演哦。是说呢，这个小凯啊，真的唱歌好听，然后又有这么多的粉丝、歌迷、好朋友，对彰化也很熟悉啦。很熟，每次来彰化，你敢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好吃的？你最爱吃的？我拄则在去安附近有一间咧卖空肉饭的。空肉饭。伊嘛咧卖头汤鱼羹。哎呦。我本来要打包那个头汤鱼羹的愉快。然后呢，他到7点，所有东西就没了。我吃完说，拍谁？我再外带一份那个头汤鱼羹的那个料。他说没有，我卖完了。所以你看，这边不仅东西好吃。人潮也好多，一下就没了，满满的都是人。我说人不都来这边了吗？怎么还？为什么还会卖光这样子？很好吃的东西耶，真的。我下次一定要来深港好好走走，因为我非常喜欢比较乡镇区的地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没错，因为其实你也是从乡镇，对不对？第三，对不对？金蕉的个性。对，我讲中华是我第2个厝，我想讲来。你们来中华买一个厝好啊，来家多。我很多那个拍了外面就好几间新盖的房子，因为对我刚经过之后想说，哇，这个房子盖的真的。可以来这边对不对？度假，而且你知道我们深港这边呢，还有那个优格饼干学院。你还可以自己 DIY 做饼干呢。是。你可以知道饼干的制作过程，阿公有蛋卷工厂也是。太棒了，我跟你讲，要住就是要住在妈祖庙附近。是，你是货人呢？因为我住旗山，也是住在妈祖庙附近。我跟你讲，妈祖快对。妈祖来感觉保庇。不管你起码其实去过嘛就搞是。阿哥怕皮嘛就厉害谢谢。之前大3元虽然是默默的没有什么台词的电影。对，我的电影，然后呢也去拍了华视的戏，叫做《到底来老累》。是。然后现在对，然后呢现在也跟彩华姐还有沈文成大哥一起主持今天晚上8点的《黄金年代》。今天晚上8点过完了。9点过了。晚
请你们回去看重播，拜托。是，所以那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是吧？我觉得还是要保留那一颗赤子之心吧。对，因为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位置，我觉得彩华姐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她不管在什么位置，她还是很谦虚的人。哦，我觉得这是真的要跟她学习。OK，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小凯呢，在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心话，而且给我们彰化的朋友很多的时间在这里呢来演唱歌，都讲就几条呢。对不对？不够，我们继续要来听一些好歌。好啊，接下来呢，我要带来一些很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在光阴走对也要选，只要那个前奏一下，就知道你们就会自动张开嘴巴跟我唱了。是。待会大声一点好不好？我让我听看看彰化人的歌声如何。OK。彰化人歌声是很棒的。来哦，我们彰化很多歌王歌后。来，带来一连串的主曲送给大家，谢谢。掌声许不开。谢谢。来，第一句给你，这首歌叫做《思无的人》，你一定会晓。大声一点哦，全场一起哦，
唱哦。就是风雨异乡的路程，路中亲像烧着水，因阮心意，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你们需要甘露水吗？是你们。这有加持的哦，妈这有加持的。OK。好，采花姐到了是不是？好，待会呢，一样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采花姐哦，记得哦，对，好。接着呢，刚刚带来一连串的组曲，接下来呢，来唱一首啊国语的好不好？啊，共款哦，这个歌的年岁拢比我较侪岁，差不多差不多有40、50岁的年代啊，年纪啊。这首歌呢有一个姿势，有一个手势，希望大家能跟我做伙做，我的粉丝就知道了。我们把双手举高来，双手都举高，我看一下。对，那你们会摘葡萄吗？啊，摘葡萄。对，你们知道什么歌了吗？现场应该知道，对，陈兰丽小姐的歌《葡萄成熟时》，就让我们一起摘葡萄，好不好？来，谢谢。Oh, my mother. My mother. Yeah. 哇，你看我囝好笑无？来，你看我好水无？来，谁一个分看一个。哎呦，讲脚就是脚，讲身材就是身材，讲面膜就是面膜。对，啊，我管鼻仔就是鼻仔，目睭就是目睭，嘴就是嘴，我无连做伙。哎，我是正妈呢。正妈。对不对？啊，你这么帅。因为我裙子。没关系，没关系，来，再开一点。没关系。真是。这就有看过比啊！今仔日这么啊热情，现场这么多人，对不？啊，搁这么啊凉爽来，抱我啥时来家己拍一抱啊！哎呦，我囝好笑哦，老稳老哦，用亲热的情你倒位，请掌声！哦，好久不见。有一段时间了啦。哪有？有啦，我有半个月。半个月不可你也看嘛？对对对。一日不隔，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隔了三秋。对对对对对。你甲看，哎呦，现场你遮侪粉丝啦！是这样。大家好。你若看嘛，这么热情，我的支持，哎呦，好朋友哦，哦，看到你袂是干呐？啊，看到家己的亲人，甲你看是这么热情。是啊。拍摄。啊，你要唱歌对无？我没唱歌。啊，我来用用走出来。我嘛不知影你唱走出来。对，我会对，但是我若听到阮囝吼的歌声，我就讲袂掉，有够高唱。谢谢啦，谢谢啦。对无？真正这高唱，我这么有才华，是可高演，对无？这是妈妈同学，这是我同学。真正大家要好好甲徐富凯支持一下，好不好？你拍者？没啦。啊，迄落，你母啊，我过来边仔 QK。现场好，哎，现场好啊，现场，谢谢。这是我妈妈王彩华。对，很美啊。我是台湾滨崎步了。对，波比。对。哎呦。怎么了？儿子。是。
抓入去啊！你要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我唱一首那个经典老歌，叫做《葡萄成熟时》。哎呦，哎呦，我今天刚好也有葡萄。没关系。啊，真的吗？你刚吃完是不是？我刚刚真的有吃葡萄啊！真的吗？是啊，很甜哦，讲好讲的。好，那我自己本身也有葡萄。讲太多了吗？哎，谢谢，谢谢宋小姐。掌声加尖叫声，欢迎舒涵。手势啦，吼，来一起哦。需要忍耐，将满怀失望寄托于未来，用满面笑容，愉快地等待。和梦替我把路开，轻轻又轻轻，轻轻又轻轻，别够多珍重。一起唱，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轻轻，轻轻又轻轻，别后多珍重。双手举高，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谢谢葡萄成熟时。谢谢我们的舞群老师们辛苦哦，谢谢。好，刚刚呢有配着音乐，我想要听一次没有音乐，你们唱的会是怎么样？好，要不要？好。葡萄成熟时，怎么了？我一定会来。好棒，给自己一个掌声！太棒了，太棒了！有欢喜无？今仔日？有吼，有就好。看到我欢喜，啊哪会菜我钱拿出来，毋过愈欢喜？对哦，就是爱这种热情吼，麻烦一下。接着呢，来，我要唱一首呢是我自己的创作，啊，这首歌呢是写互阮爸爸妈妈的歌曲。你若听迄歌词吼，我看者，今仔是迄个规家伙仔来演唱一下，还是甲？
老婆、老公一起来的，我看一下有没有。帮忙放假了。有。来，你们要拥抱一下，我才知道哪一对是夫妻。阿妈，那个。要放假了。阿妈今年几岁？阿妈免过，叫82哦。放假，叫到30几岁啊，放假。第二，这。你等困啊？袂使，我阁有我妈妈伫后壁，嘿，你嘿菜花姐，看好了再回去，我甲你去一场上好无？来。好，谢谢。好，接着呢，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刚刚讲到是我自己的创作，叫做《我的世界只有你》，要送给大家，谢谢。因为相爱，所以无距离。衫有拍开，不管一年四季，心情拢是双双无对对啦。深头明明全是伊的气味，讲是讨厌已经惯势，小心哦。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小聪明，互你做我人生的知己，小心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就是幸福的滋味。谢谢，小心哦。好，我们让我过一下，哦，来。谢谢。生命中一边我一边你，一世人就安尼过日子。谢谢。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谢谢。是生命来保庇，还是天公相创意，互你做我人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现场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对大家讲的？高不高兴？有闲看着拜妈祖啊，你好不好？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保庇，还是天公相创意？互你做我人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幸福的滋味。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刚才大家，谢谢老朋友，谢谢，小凯。我一定要留在台上呢。介绍恭喜彩的现场公开，妈妈来呀！妈妈来了吗？
以我们在这边要好好的迎接他出来。对对对，要给他那种隆重的感觉。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彩华。